好来，乡亲啊，即摆是食这个金仔上盖钓时啦。啊，食这个金仔爱注意啥咧？第一，就爱看是毋是有标章甲产地证明。第二，这个走私的中国毛蟹大部分拢无入关检验，食安的风险上悬，这上好卖食。第三，食这个金仔肉比食金仔仁甲金仔膏较安全，因为金仔仁的胆固醇较悬，若是有腰子病，或者是痛风的患者，要食都爱准则。甲中国毛蟹搭年20多年，这毛蟹要安怎拣，伊上知。挑的时候看它眼睛灵活度够不够，螃蟹一定要吃活的，啊，再来就是看它后面这边够不够宽，够宽的话就表示它蛮饱满的。这个肚子的部分这边黄不黄？无青惊食歹腹肚伤青，佮惊互夹到，这太太要转去料理的时，一定要挂手笼，做好保护。啊，若是讲毛蟹走去，也有这步。担保一个较看不见天日，毛蟹就敢若被风引共款，拢袂叮当。料理的时一定要做好些叫做杀死海洋河菌。它里面的基丁质跟这个营养呢，特别针对那个筋骨损伤的，比如说有骨折啦、肌肉断裂的人，他在补充的话，对这些筋骨损伤的人，它非常非常的好。有营养，佮充满海味，要过中国毛蟹嘛袂使规食透透。中医师讲有几个部位上好卖食。痛风啊、胆固醇啊这些，我们那个蟹黄、蟹膏就先不吃。那还有一个螃蟹里面有一个肺，黑黑的里面那个肺啊，那个鳃那些不要吃，那些不要吃，那些从古书跟现在的记载就是说那边比较藏污纳垢了。毛蟹较冷，有心的人要食进前爱考虑一下，有三高加腰子病，还是动脉硬化民众，毛蟹仁嘛唔通食伤济。中国毛蟹大人上加一天食2只到3只，唔通贪食，照度享受好滋味，无负担。